呢一個星期一直都有啲工作壓力，令到身體有啲作病嘅症狀，但係休息同埋呼吸道藥物嘅幫助都冇辦法令到身體恢復。今日做完瑜伽之後，身體真係感覺到放鬆咗落嚟啦。尤其喺呼吸練習之後，呼吸同埋身體都變得更加暢順。明明出咗好多汗，做咗好多動作，應該感覺到好疲累嘅，但係成個人呢，反而覺得係更加有力，更加精神。